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11月6号。这一期啊，咱们吃一个金融圈的大瓜呀。这个金融圈啊，最近炸锅了。起因啊是一则官方没有正式通报，但是啊，这个圈内啊还有很多媒体都已经报道了，已升任中金资本董事长兼总裁多年的单俊宝失联，电话和微信均无应答，公司官网高管名录已抹去其信息。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一旦这个官方啊把你的这个信息、留言、题字给你抹掉，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人就垮台了？不言自明啊。中金资本啊是中金公司旗下从事私募股权投资平台，是中国的顶级 PE， 是中国的这个私募基金啊，可以说是最豪华的，有将近6000亿的这个规模啊。关键它是央企中金公司的子公司啊，说暴雷啊不为过。这个单俊宝啊，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的眼前啊，还是今年10月25日，中金资本与湖北科创母基金达成合作，并在武汉举办仪式。这被公众啊、媒体视为单俊宝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因为短短6天后，他被曝彻底失联。大家看一段视频啊。金融圈又炸出了一个惊天大瓜，中金资本董事长单俊宝突然失联。这一位手握着5600亿资金的资本大佬说消失就消失了，这可不是什么小角色啊！中金资本可是大央企中金的亲儿子，妥妥的资本圈的金字招牌。单俊宝本人呢，更是精英中的精英啊！复旦硕士毕业，在上海证监局做过监管，还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呢镀过金。2001年就进入到了中金，一路爬到了掌门人的位置，连续3年登上财富顶级投资人的榜单。最戏剧性的是，就在失联前6天，他还在武汉风光签约50亿湖北省某省级政府引导基金，信誓旦旦的承诺3年投资300亿，跟地方国资负责人谈笑风生。结果签约的6天后就人间蒸发，微信不回，电话关机。几乎同一时间，中金资本官网上他的名字和信息都已经从董事会人员名单里面悄悄的消失了。其实呢，这件事情啊早有预兆。2023年，他的老搭档梁国忠因为收了4000万回扣被判了7年，当时呢就有人怀疑跟他也脱不了干系，结果他还跑到清华去演讲，大谈合规经营，说什么中金资本绝对干净。然而纸终究还是包不住火。2024年8月，原董事长丁伟因为搞了抽屉协议拿回扣被查，那一份用政府钱投资家人的协议上白纸黑字的签着单俊宝的大名。之后，中金起源基金总经理安恒、成长企业投资部负责人多个内部的核心骨干接连失联，或者是说被带走，把员工们吓得聊天记录谁聊谁删，生怕被牵连。内部员工爆料，单俊宝搞的是威权管理，亲信团队把持着核心的业务，合规部门就是一个摆设。去年上半年11只基金到期无法兑付，其中呢6只都跟他主导的抽屉协议有关，最后坑的全是咱这些普通的投资人，买了他们家基金的真的是倒大霉了。最讽刺的是，他本人就是从监管系统里面出来的，还说过要做能睡安稳觉的投资人，这种漂亮话，结果呢，还是没有抵挡住诱惑，用5600亿的规模的信任换来了藏在抽屉里面的猫腻。其实不光是中间，现在呢整个金融圈都在大震荡。工行前副行长张红利违规放贷50亿栽了，农行前监事长王进东给亲戚批了30亿烂尾贷款，中信证券的前投行的负责人操控 IPO 定价让散户血本无归，国泰君安前资管部老总搞老鼠仓，用客户的钱抬自己的股票，最后呢自己赚了2个亿，客户亏了10个亿，被抓的时候家里面还搜出了成堆的现金。这些事情凑在一起，其实信号已经再明显不过了。一场力度空前的金融反腐风暴早就已经吹起来了。你们知道现在的监管严到什么程度了吗？银行信贷实时监控，私募基金穿透式监管，高管的流水定期核查，想要玩暗箱操作门都没有。金融的本质是服务实体经济，不是少数人的提款机。这一场风暴刮掉的不仅是几个大佬，更应该刮掉所有见不得光的利益输送。
不要再让咱们这一些遵纪守法的投资人为了这些破事去买单了。这么大的人物啊，这么重要的资本圈里的大佬突然失联，实际上就预示着啊，一场更大的风暴啊正在席卷而来。大家还记得这个中植的老板谢志坤，对吧？在3年前吧，突然说是健身是吧？之后就莫名其妙嘎了。还有很多啊，这个资本大鳄啊，跑路的跑路，对吧？蹬缝纫机的蹬缝纫机。那个谢志坤呢，我们称之为这个江湖上啊最后一个资本大佬。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都是民营，这个大家都能理解，都是民间的。那这个官方的，对吧？你是央企的子公司啊，资本大佬也开始啊出事了。这说明什么？要说这个单俊宝啊，恐怕我们还要从这个私募股权基金，包括这个房地产啊烈火喷油时代，也就是这个中金资本啊，从那个时候开始横空出世，这个都是有大背景的啊。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正好我不是赶上了吗？我那个时候也做私募股权基金啊，做私募啊。我2016年还考了一个这个什么基金从业资格证啊，为了做私募，这真考过的啊，考了2门，好像都是80多分。2018年4月29号，清华大学伟能报告厅内啊，一群地产大佬和金融界新贵共聚一堂，激情的对房地产金融高谈阔论。遥想当年啊，中金公司董事总经理单俊宝，那个时候他还不是董事长，还是总经理，左边是地产大佬，右边还是地产大佬，后面还是地产大佬，就是被一群地产大佬簇拥着，对吧？参加这个峰会啊，这个我能想象啊，因为当时房地产企业缺钱，已经向这个私募基金借钱，大家恐怕都不难以想象啊，当时的融资成本有多少啊？做过房地产人懂啊，当时最高的成本是18%年化，还有更高的啊，就是房企跟私募去借钱，年化18%、20%。私募呢，一般的采取的是叫民股实债投资这个房企的项目，表面上看是入股，实际上是债，把这钱一借给房企之后啊，然后马上把房企的项目这个公章啊、证照啊，所有东西搞个保险箱锁在里面，然后双方共管。如果想用这公章啊、财务章，得双方共同去开这个保险箱。我在以前节目啊说过好多回，因为我就这么干过，所以大家就能想象当时啊，这个单俊宝是多么的吃香，连我啊都很吃香。出差啊都是坐头等舱，那个是房地产烈火喷油的时代，那也是房企对资金啊这个非常饥渴的时代，当然现在更饥渴啊。所以在那个背景下，正好这个私募啊兴起。彼时啊，这个单俊宝啊还是中金公司的总经理。中金公司作为中国金融界4大天王3中一华啊，就是代表中国证券业最高水准和金字招牌之一，当然也是地产界举足轻重的一个金主爸爸。那时候房地产还是中金公司比较看重的领域，也受到单俊宝的关注。2018年啊，他们进行峰会的时候，单俊宝多次强调房地产必须转型啊！中金公司正将人工智能与房地产转型深度结合。大家想一想，7年前的峰会就已经高喊这个房地产要转型，就高喊人工智能了。7年以后，房地产不转型都已经爆雷了，人工智能正火。别说当时喊的口号还是对的啊，但是做呢，那是另外一回事。充满了对房地产的信心，身旁的那些房地产大佬啊，也相互应和，好一番黄金时代的盛世景象。谁也未曾料到7年后的深秋啊，这位曾站在行业前沿的资本舵手会以失联的方式进入公众的舆论。这个可以说啊，这是金融圈的一声惊雷啊，又不知有多少人睡不着觉了。我刚才已经介绍了啊，所以说这个中金资本呢，这个单俊宝与房地产行业那肯定是非常紧密啊。当然这个也与这个中金系啊它的资本布局有很大关系。2017年房地产行业处于高速发展期，彼时中金公司帮助了很多房地产企业进行资本市场的上市、发债、并购等。当年3月，中金公司正式成立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将其定位为唯一的私募投资基金业务平台。而中金资本当时关注的重点就是地产项目，那这里面又涉及到万达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来捋一捋啊，大家还有印象吧？就是万达很多广场被这个保险公司买走了，有个叫昆华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新华保险与中金资本共同设立的叫昆华天津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啊，2023年底正式亮相。这支规模100亿元的不动产私募股权基金，成为
中金资本布局商业地产的抓手。这个新华保险作为有限合伙人认购99.99亿元，中金资本则以普通合伙人身份负责基金的投资、管理及运营，就是 GPLP 啊，保险公司出钱，中金资本它是负责这个私募的运营，这是基金的运营啊。结果大家知道了吧？短短1年间，昆华股权投资便将9个万达广场项目收入囊中，从北京的房山区万达广场到烟台的这个万达广场、南京万达茂，再到2023年底集中入手的晋江、赤峰、银川、金凤区等多地万达广场。中金资本和新华保险通过这一基金成为万达集团轻资产转型背景下重要的接盘方。到底是接盘方还是接盘侠，这个还有待于验证啊。万达的王老板不知道能不能睡得好啊，对吧？这里面又有多少故事啊？通过这些项目的运作，中金资本进入不少头部房企，建立了资本关系，也逐步在房地产投资领域加持力量。那个时候，中金公司更是通过股权投资、直接投资等方式积极发展房地产基金，比如配合地产开发的基金，发行特色小镇基金，帮助房地产企业转型孵化的基金。在2023年、2024年还在干这事，这个作为央企啊，确实值得商榷啊！你这是高位接盘呢，你现在接了那么多万达广场，这个资金怎么退出啊？他发了那么多房地产基金，这怎么兑付啊？大家都知道房地产资产都在缩水啊，运营的效果对吧？能有现金流吗？万达能赚钱吗？万达广场，我刚才说了啊，这个单君宝啊失联，又有多少人睡不着觉？反正首先睡不着觉的是中金资本原董事长丁伟。实际上这个丁伟啊，在今年前几个月8月份、7月份，这个金融圈就在传了这个中金资本的中金公司的一个元老啊丁伟带走调查。8月份，中金资本原董事长丁伟出事了。那个时候开始恐怕就是单君宝就已经睡不着了。这是他的老上级老上司已经应声落马。据业内消息，丁伟被查与相关基金设立及运作中涉嫌利益输送有关，可能涉及政府部门、国企人员及亲属从事的行业及领域。资料显示，丁伟曾主导中金资本管理的2大知名母基金，规模300亿元的中金启荣基金和400亿元的中金起源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你就听听这名头就够让人眩晕的这个名头不是让普通的这个投资者眩晕普通投资者也够不着这个是让地方政府眩晕。其中中金启荣基金是与工行合作设立，而时任工行资管部总经理顾建刚已于2023年8月就先进去了先出事。2024年因贪污罪、受贿罪被提起公诉。紧接丁伟之后，中金资本运营管理委员会委员、原总裁这个萧峰几个人先后被查，原因还是深度参与此前违规项目的运作。这个中金资本运营管理委员会委员安源呢，还是个美女现在也已经进去了。那么直到现在这个董事长单君宝被曝失联，这个妥妥的就是中金资本的核心管理层团灭，整个没好人呢。那根据很多媒体报道这个单君宝或者就是中金资本的这个管理层怎么一网打尽呢？到底出了啥事呢？那媒体报道说核心原因指向抽地协议、利益输送，还有这个兑付风险，将政府引导基金资金违规投向关联方，涉嫌滥用职权。在这种官宣基金合同之外的私下协议，成为中金资本利益输送的灰色通道，彻底的暴露公司内部管理的漏洞。高管频繁被查，对中金资本产生巨大冲击。财务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中金资本实现营收4.37亿元，较去年同期6.51亿元下滑48.9%，净利润5715万元，较去年同期2.45亿元大幅下滑330%。业绩下滑的同时信任危机随之而来。据报道，目前已有地方政府引导基金开始撤资，多个省份启动对与中金资本合作项目的风险排查，国有资本平台暂停新的合作，甚至2024年上半年，中金资本已有11只基金无法兑付，其中6只直接关联单君宝主导的灰色操作，也就是去年就已经有11只基金无法兑付了。所以说这个中金资本暴雷也不为过，已经爆了。这里因为我
做过这个私募啊，所以我把这个所谓的抽屉协议给大家讲一讲啊。这个公开的抽屉协议就是名股实债，这就是私募干的，对吧？这个私募的钱是不能借贷的，不能借给企业的，这个大家知道吧？这个私募的基金它只能投股权，哎，有的是投资这个二级市场买股票，你把你的钱借给别人，你募集的资金啊借给别人，这是不行的，这个是信托干的事，对吧？你拿这个牌照，国家允许你干的是投股权，这是为了刺激的吧？这个一级、二级市场。我现在啊，我看好一家企业非常好，我成立一个私募股权基金，然后我发行一只基金，这个基金就是投这家企业的，占它5%的股份，募集1个亿，哎，可以干这个，就是这是拿着钱去投股权的。但是我不能募集1个亿，说把这钱借给这家公司，银行得还我，那你不就变成银行了吗？对吧？那你这功能跟银行重合，那是不行的。但是你想想啊，你这种投资风险非常大呀，尤其资本市场不好的时候，你投了之后你还出不来，没办法兑现，你这不叫暴雷吗？所以当时私募这个基金又兴起，对吧？大家都觉得这赚钱，所以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正好房企缺钱，房企又愿意给这个利息特别高，18%的这个利息啊，最高的啊，所以就出现了这个私募基金啊，它表面是投房企的这个项目，占你的股权，投的是股权，实际上是再签一个协议要回购的。这个所谓的啊，这个抽屉协议呢，就是合同的暗格啊。这个协议顾名思义啊，就是放在抽屉里面的，不拿出来的，不能放在桌面上让人看到，所以叫抽屉协议。关键的时候再把它抽出来。抽屉协议一拿出来，那就是打官司啊，就撕破脸了。这个能拿得出来的合同呢，是用来干什么呢？是用来应付合规检查的。这种协议是大面上，对吧？但都这么签，都签一份。那这一份呢，表面啊，上面来检查，拿这个协议出来，你看合规的啊，我们这种股权投资，我投了1个亿，占了20%股权，没毛病。到时候我把你的股权卖掉。但是它下面还有个协议呢，就是什么呢？叫回购协议，就是我这个股权啊，必须要你大股东回购，回购的价格就是我这入股的价格，再加上年化18%的利息，大股东回购。那么这个抽屉协议啊，它就要规定这个资金的走向、收益的分配，和那个桌面上那个协议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说监管啊，看到的都是桌面上的这些光鲜亮丽、合规的协议，但是他是看不到抽屉里面的那个协议，实际上就是亲朋好友的利益输送。比如有的基金啊，公开合同写的是投向新能源，但是抽屉协议啊规定，对吧？只有50%或者60%的投向新能源，剩下的多少份额你要投向别的地方，投向什么地方？投向我的关联公司，对吧？我要这个钱，这不就利益输送吗？而这个回报啊，要先到自己人手里面，就是优先推出的是谁？散户是来填坑的。这里面还涉及到这个利益输送，怎么把公款悄悄的变成自己的私人财产？那这里面涉及这个手段也是花样翻新啊，比如回购、关联交易、场外配资、虚高估值，把基金的财产转给管理层，或者按照被投资方，通常伴随着签字人保密条款，复杂结构。假如说啊，这个私募基金啊募集10个亿，他通过这个抽屉协议啊，有3个亿被安排投向了关联企业，按高估值回购，表面净值显示良好，但真实可回购的现金只剩下4个亿。到期兑付的时候啊，多数投资人钱就拿不回来，最后就导致兑付失败，资金链断裂。这就是说啊，为什么会暴雷？其实钱被锁在了层层嵌套和非流动性资产里面，也就是他们设计的非常复杂，这个钱啊莫名其妙的啊，很巧妙的就流出去了。但基金啊把钱投到关联公司做高杠杆的场外配资的时候啊，或者买入流动性极差的资产，表面上净值看着没什么问题，但是真实的流动性非常差。如果遇到了赎回期啊、赎回潮，那就直接崩盘，因为他没钱兑付啊。所以刚才这个报道啊，中金资本有24年就有11只基金没有办法兑付，这个就是典型的啊特征。我以前创业的时候啊，我作为融资方啊，对吧？我要出去找钱呢，我也遇到好多这个私募基金，或者那时候叫风险投资，接触很多人，这里面啊就有猫腻。那很多投资人呢，因为他这个风险投资啊，这投资人他也是私募基金啊，他是拿着别人的钱成立一个基金，那是到处投这些高科技项目或者叫创业项目。那我就是那个创业项目，那有人就拿着钱来找我，不管这个项目谈得成谈不成，他都要求啊，如果谈成了，他给我投5000万，那么他要拿回扣的，你得给他500万。但是这个不一定啊，就是点数，有的是要1个点，有的要2个点，有的不要点数，不要，因为这样太容易被查。所以他5000万投给我，他要求我必须去指定的地方，比如说是我再去投资他，假装是买他的下面一个公司，那个公司恐怕就跟他有关系。哎，我
有了钱，我收购企业啊，壮大自己啊，或者我去采购什么东西，总之不是以现金的形式还给他，是通过这种业务中间有一部分钱要流入给他，这样他才可能他主导的那些基金给你投资。这里面猫腻水很深呐，而这个都不会写在协议里面的，这个都在私下里协议啊。你说那个表面的协议不是光鲜的很吗？你是看不见这些的。所以我的经历就在这儿，就是我有融过资，我还有这个搞过私募，我两头都熟啊，所以这路数啊知道比较多。所以我这私募我干了1年多我就不干了，我就太黑啊，干私募非常黑，什么晴天送伞，下雨天收伞，就专干这事。说不好听点啊，就是趁人之危。然后他尽喜欢做锦上添花的事情。这个金融机构啊，很少干雪中送炭的事情，他只干锦上添花。什么叫锦上添花呢？就你这个企业经营效益非常好，他这个跑来死乞白赖让你借钱，他让你借，因为你还得起啊。你这企业经营效益这么好，对吧？那难道你一点贷款需求都没有吗？我给你利息低，对吧？现在市面上利息是3个点，那我只要2个点，死乞白赖让你贷，这叫人家也不缺钱，所以这叫锦上添花。雪中送炭什么意思？我这企业正缺钱呢。你比如说现在的万科，你比如说这个融创，这个时候你金融机构给他借钱，那叫雪中送炭，是不是这意思啊？但是你说有企业给他借钱吗？没有一家企业借钱啊，只有他亲爹给，对吧？只有深圳地铁咬着牙借给他。所以说金融机构不会干雪中送炭的事，他只会干锦上添花。然后好，现在如果还有金融机构来参与，比如说万科，比如是这个融创，它现在已经陷入烂泥的吧，陷入泥坑了。如果还有金融机构来参与的话，我告诉你，他们来绝对就是落井下石。什么叫落井下石啊？我讲个故事啊，就是这个菜市场卖鱼啊，活鱼10块钱一斤，死鱼3块钱一斤，所以就有大妈，她就围着那个对吧，菜市场那个鱼盆子边上站着干啥？等着那活鱼咽气啊。那活鱼咽气好，10块变成3块，她要买走。为了让这个活鱼早点咽气，对吧？大妈要趁那个卖鱼的不注意，使点手段，那鱼就死了。实际上反映的啊，都是咱们资本市场的一个乱象。所以我刚才说了，这个单俊宝啊失联，也有多少人睡不着觉啊，拔出萝卜带出泥啊。这个实际上就是反映的是我们这个前10年啊，这个资本市场的这种野蛮生长，这个乱象，没有很好的监管，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制度说约束，最后就导致什么呢？导致暴雷，投资人的利益没有办法对付。所以我这个在恒大暴雷以后，我让大家不要任何理财投资都不要干，因为我干过。你再去理财，你想你把钱给谁了？不要理财，不要所谓的投资，你投资赚钱的都是撞大运，都是侥幸呢。希望借这个机会啊，要好好的把金融市场这个资本圈给它清理一遍。当然了，想彻底清理很难，对吧？它这个乱象啊，比这个食品行业还要乱，各行各业都这么乱，那就说明是哪儿出问题了，对吧？怎么各行各业都有问题呢？这种股权投资啊，有的时候啊，他那个腐败非常隐蔽，就像我刚才说的呢，我给你投1个亿，但是你对吧要去收购一个什么企业，这种资本运作啊，实际上里面的暗藏的都是腐败，都是利益输送啊。有人说啊，那你这个说的太黑暗是吧？而且你说的这个领域啊不好监控，我2级市场可以吧？没毛病啊，我成立私募基金，专门在2级市场投资，合法合规。但是啊，有很多私募基金啊，私募基金的盈利方式啊，它主要是收管理费。当然了，这管理费有讲究啊，有的是这个保底的，就是1个点或者2个点，有的是收1个点再加收益分红，就是超过多少的他拿30%，就类似这种一个激励啊。私募基金主要是靠收管理费，然后后面超额收益进行分配。但是私募基金靠这个赚钱它太慢了，1个点2个点的有啥意思啊？所以这个私募基金啊，他就跑去给那个庄股给游资接盘，当长期资本当山顶资本呢，我给人家接盘，人家就给我好处，比我赚这个管理费要多得多。最后自己的对吧基金在这上面套死了无所谓啊，炒股有赚有赔吗？谁说不能赔了？赔他也要拿那1个点的管理费。这就是中国的这个资本市场金融圈的这些乱象。行情好的时候，这些山顶资本呢，它暴雷爆的也这个没有那么惨重，但是一旦行情不好的时候，比如说这个2023年、24年、22年，这行情不好的时候，很多私募基金这个管理人呢，不都有的被人扔江里去了吗？有人腿被人打折了吗？有的人干脆跑路了吗？跑到海外隐姓埋名啊？为什么？当然了，这些都是民间的啊。你看今天对吧？现在是这个国家队居然也开始失联了啊！这个中金资本啊，骗的都是地方政府的钱多，因为不能说全部啊，就是多，还有保险的钱，都是大机构的钱，还有工行的钱。我们普通投资者啊，一般的啊是不会直接接触到什么中金资本的。但是啊，我们接触到这些理财公司，对吧？我们在银行、在 APP 上买的类似这种理财，它很有可能就是中金资本的出资人呢、投资者。所以我觉得普通消费者，就是咱们韭菜，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钱存公
工行就存在那儿。说来说去啊，多多少少啊，这个单君宝啊，他的失联跟这个房地产低迷啊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受这个影响啊，因为房地产一低迷，很多事情盖不住了，水落石出啊，裸泳水在裸泳。那随着房地产啊继续低迷，还有更多的雷要爆，大家密切关注。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